亚蛮挑，懂好玩，懂好搞，懂好。你看老师，看一下老师，老师好生气啊！老师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哈哈哈哈哈哈。欢迎来到汉仪班赏收。那今天要进入我们独家暗字 C 的单元喽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从 Nanako 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开始练凳的 Nanako， 耶！大家好，我係香港來的達。耶！大家好，我係認真豆漿，認真豆漿。認真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女 SCCY。大家好，我是關韶文。没问题，那相信大家自己都是就是可以写出最独家的暗语给你的队友啦。那今天担任我们猜题的就是坐在正中间的尹真。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四個提示人要寫下答案的提示，含講由行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。提示當中係講要從怪事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00機會，係講條一百團唔錯嘅。聽耳朵做得用 QQ，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完成任務了。好，那我们的暗字 C 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題目是禮拜五。可以寫禮拜四的下一個嗎？不行，你不能寫禮拜，有禮拜。哎呀，禮拜五，每個禮拜五應該都不太一樣。你不要跟我寫一樣的哦。我覺得很容易撞，我覺得很容易撞，很容易撞。你不要跟我寫一樣的。應該不會，應該不會。好，應該好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3、2、1，請翻版。耶！哦，好聰哎，明。可以哦，可以。今天禮拜四嘛，明天是。那這樣很難呢，偏難。明天如果是立春或立冬怎麼辦啊？我的是培養放假情緒，非常文言的一個。很文言，對，很難哦，培養放假情緒。應該不錯吧？對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启邦英老师的，请 Q 他。啊，天公一黑，天公一黑。按本條，懂好搞。大家的暗字 C 都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牌子先收好，然后 Q 尹真喽。拜托你喽。也是同樣的 easy。可以。好，確定 easy 嗎？很 easy。可以了。那我们從 Nanako 開始給你。皮用風加前絲，皮用風加前絲，其實念得很好哎。對啊，前絲，情緒。對，皮用風加前絲，培養。房價不是培養房價情緒，你合理嗎你？好，那我們合理的風滴答，我的滴答。哎，天公一黑，天公一，天光一。好，那 CCY， 亚蛮挑，懂好玩，懂好搞，懂好。你看老師，看一下老師。老師好生氣啊！老師覺得很好笑，然後哈哈哈哈哈。亞蠻挑，懂好，董浩很喜歡，懂好搞，很愛玩。差不多。什麼亞蠻挑是什麼東西？MVP 來了。4、6噸。你在念中文嗎？中了。我覺得這個大家應該都聽得懂吧？對。是什麼？16噸啊！對，你有在講客語嗎？沒有，有，老師教我的。好，可以了嗎？尹真心裡有答案了嗎？你每一個都要連起來。這個我不確定，但這個我應該知道是什麼。準備好了嗎？來吧，給他燈。尹真第一輪的答案是星期五。對了，禮拜五，沒錯，恭喜答對。禮拜五答對。等下這是什麼條？一條兩條什麼東西？亞蠻挑啊。亞蠻挑，安福條啦，這個差很多哎。你要被包圍了。但這個天公一呢？天公一啊，天公一。哦，他是天公一呢，天公一。我剛才有猜明天什麼禮拜一之類的，我以為什麼上班呐。天公一黑。行業班上叔，歡迎來到我嘅芭比 bus，入邊 coffee，熱氣係你，講語講行業。
去喏，看因为今晡日係拜五安普，冇錯，今晡日嘅答案就係拜五。加啲遊戲嘅時節吼，有人講16頓，嘅係吃飯嘅文讀音。個客話我講鼓下去，搖起來，鼓下去，放起來。鼓下去，放起來，還想繼續跳哦。你係唔係喺福建呢？拜五，鼓，冇錯。放假客話就係放了，冇就講放假。今晡日拜五，天公日就係了日，係愛爸比，約會好日咧，不愛愛情嘅力量轉圈圈。約會客話就講約會哦，天公日我同我嘅安娜達冇聽通啦，還有感覺有冇？我同我嘅安娜達去淡水約會，第二條落山，嘅安普條一定當好靠，咁啊輕準哦，安普條反而轉到晚上，冇上白天咯，我嘅意思係講吼，安普條散步嘅氣氛會當好哦。安娜達，7班你喺旁邊等我等我搞飯我最前嘅吼，7班，不用了。放假，約會，安普條，大家好愛拜五，加咩學拜一到拜二啦，咁用埋學咧，看下嘅表情，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。拜六、拜日，看下嘅表情，主題基本嘢係拜幾嘅嗬？7、8日，安娜達，係叫入來啦！看一講很講哦，點點冇準哦，安尼氣氛當好。16噸，這個應該大家都可以知道吧？我很怕你回答16噸就是 energy。放假心情，活力。对啊，很怕你讲错。